乜嘢係一個反應呢？如果用字面上面嚟睇咧，反應係可以改變嘅。只要當中內在深層嘅一啲根源咧，去到改變咗，就係我哋嘅情緒啦、我哋嘅感受啦、我哋嘅睇法啦、感知咧，能夠比較平衡啦、比較放鬆落嚟嘅時候咧，呢一啲嘅反應亦都隨之然咁樣去到改變。因此咧，身體嘅一啲反應咧，係可以透過一直嘅內觀啦、一直嘅療愈啦、一直嘅平衡啦，甚至去到靜心咧，去到將呢一啲嘅情感感知或者情緒感受咧，慢慢將佢去到平衡落嚟咧，就會可以得到一個身體上面反應嘅舒緩。而外在嘅人事物嘅舒緩咧，亦都係可以用相同嘅方式去到進行。我哋嘅呢一啲原子分子嘅嗰個形成啦，我哋嗰個嘅密度咧，先喺身體上面出現咗一啲嘅反應。若然我哋都唔去理會佢，亦都繼續讓呢一啲嘅原子分子咧，一直咁樣去到加密啦、加厚啦、加濃啦、加強啦，咁就會慢慢咧再向物質世界裏邊咧去到伸展出去，去到散發出去。呢一啲係肉眼睇唔到，但係其實一直咁樣散發緊出去，而吸引翻相同能量原子分子震動嘅呢一啲人事物，會嚟到我哋嘅身邊，會讓我哋去到睇到一啲嘅事情發生啦，甚至會去感知到一啲嘅事情去發生啦，包括金錢啦、工作嘅關係啦、婚姻嘅關係啦、親密嘅關係啦，甚至同同事嘅一啲關係啦，甚至同自己個人發展啦嘅呢一啲關係，亦都會牽涉到呢一啲嘅關係上邊。因此，我哋透過內觀、透過感知、透過去到了解自己嘅情緒、釋放自己嘅情緒、平衡自己嘅情緒、面對自己嘅情緒感受感知咧，就會相對應會可以得到身體上面反應嘅轉變啦、舒緩啦，甚至外在人事物嘅轉變同埋舒緩。